我是叶师傅，阮是桃园新厝人，我是客家人。昨天我的祖先有太庙办过咧退坑的关系，客家话、福佬话来讲到东河。水面时节，倘若喷路上。是地而出的ken骨，客家人讲嘛，麻烧本意嘛意思呢。ken骨的时节，不管大人小人，伊都有填路名、路数，全部有五号本，有信行苦的家庭呢，本意的老人家要倒本点五。正月时节，听人讲伊会选择10佛地图动作来那10符，伊得莫听人会来得到，来想，来要办想办法来保护以前善用来贵重的鸦片，培养资源。